人心的一首诗歌。将最宝贵的他的智慧，他的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在他的面前，在圣殿里，我们渴望圣灵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渴慕敞开心门来祷告，因着你的需要，你现在的心情，我相信你是渴慕，我相信你在这个地方愿意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蒙福的聚会，我们为着他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祈求圣灵再次的浇灌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开口，邀请大家开口，一起为今天晚上的聚会开口来祷告。神，我们有你的同在，
我们必能丰盛满足，生命中充满新盼望，并从你得人生的幸福与正确的目标。谢谢你是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晚上使我们的心更渴慕亲近你，让我们的灵欢喜快乐，在这个地方称颂你，让我们全人更谦卑寻求你。谢谢天父，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在施恩宝座前，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聚会，更谢谢你明白我们的需要。谢谢天父的带领与同在，使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我们感受到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喜乐。除了你以外，我们不能从任何地方得着真正的平安喜乐，只有你是我们的帮助。遇见你，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新的盼望。遇见你，我们的灵重新得力。我们谢谢你。当我遇见你，
现和道理。我们在神的里面，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满足喜乐。哈利路亚！我们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感谢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福乐。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记载历代志上14章第8节到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短短的而已，预备来。非利士人做以色列众，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乏音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来到巴力毗拉西，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着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巴力毗拉西。”今天我们的经文提到，大卫受膏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仇敌就是非利士人就开始追杀大卫。不过大卫在心理上，他相信神会带领，所以仇敌非利士人开始追他的时候，这一句话也让我们重新的有一个思考，告诉我们，我们生命中会碰到许多的难处，会碰到许多的仇敌。当魔鬼仇敌听到我们有好事，也会这样攻击我们。所以让我们思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很多的攻击，很多的困难。不过我们不需要害怕，
约翰一书的4章第4节的 B，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神的话告诉我们，非常肯定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阿们。神是我们的依靠。接着，我们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大卫就准备出去迎战，需要对抗仇敌非利士人的时候，大卫第一件事情就是询问神。他询问神，大卫先问神，并且听神对这一件事情的意见。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好，再一次的非常清楚。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乏音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好，这个是大卫就问神这件事情，他要听听神的意见。第10节就这么说：“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神在此回应大卫，告诉大卫上去迎战，因为神要将非利士人交在大卫的手上。好，我们这段经文的重点告诉我们，大卫先询问神，又得着神话语的回应，所以大卫就凭着神的话，凭着信心出去迎战。大卫的信心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站在神话语的基础上。神这样很清楚的跟他说，他一定把非利士人交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面对挑战时，在信心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先询问神，神必会以他的话来回应我们，使我们有信心，同时帮助我们，只要信靠神，根据神的话而行就好。第9节这里说，当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乏音谷。布散就是扎营，他们扎营在利乏音谷。利乏音的意思是巨人，这个地方是巨人。非利士人试着给大卫一个讯息，他们直接想用这样子恐吓的战术，想让大卫惧怕。大卫当然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想，我之前已经杀死那个巨人歌利亚了，这不算什么。大卫也可以以恐惧的心来回应说：“哎呀，这些非利士人不一样，是一群的巨人呢，不是以前的一个，是一群，然后扎营在这个山谷里，哇，这个实在是很可怕。”大卫的心境可以不同的方式、想法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大卫没有，他只有来到神面前，先询问神。先问神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能够先在神的面前来询问神，这是我们生命里面应当要学习的。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个有经验的格斗战士，他拥有力量以及技巧。在小时候，我们透过经文来描述他小时候牧羊的时候，他是如何的杀死那些狮子啦，或是熊。大卫小时候就是一位强悍的小孩，长大成人以后又高又壮，是个战士。所以大卫知道，今天他要面对他的仇敌非利士人，他需要依靠神，他要得到更大的力量以及信心才能行动。他没有自认是一个勇士，然后依靠自己的能力，他需要依靠神。
所以今天的经文11节说，非利士人来到巴力毗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就在这个地方杀死他们。大卫说：“神借着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样。”因此称那地方巴力毗拉辛。这是让我们看到经文说的，大卫称那个地方是巴力毗拉辛。巴力是非利士人敬拜神的名称，是神，是主的意思。那巴力毗拉辛的意思是，毗拉辛是突破，所以这个名字是突破的主。那我们乍看之下，大卫好像称仇敌的神是一个突破的主。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大卫为什么这样称呼呢？我们会觉得很困惑。利乏音谷在征战之前叫做巴力山，非利士的敌军在这个山谷设立了一座神殿，殿中放置许许多多的偶像，因此非利士人认为在这个山谷，在这个神殿里面，在众神之地作战是最强又有力，是最安全必定得胜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大卫一定没有办法突破的，一定是战败的。然而让我们知道，此战事却败在大卫的手里。所以经文说，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是因着询问神，明白神的心意。大卫知道这一场的战争，于是他知道这是神带领他胜过这一场的战争。大卫就把所有的功劳一切都归功给耶和华。所以11节说，神借着我的手怎样呢？冲破敌人，如同水冲破一样。接着12节又说，大卫在战胜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神要大卫把这个殿拆毁，烧掉所有的偶像。所以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思考，大卫并不是说巴力是突破的主，而是非利士人的神巴力，他们所谓的突破的主。这位巴力现在已经在我的神耶和华上帝的手中被击败了。这个非利士人所敬拜的巴力已经被耶和华神击败了。大卫要每一个人都知道，外邦的神殿在这个时候被拆毁了。所以这个巴力毗拉辛的地方是仇敌完全溃败的地方，是仇敌完全溃败的地方。即使他们称这个神是他们的神，是突破的主，所谓突破的主，现在已经败在大卫的神的手上的。所以大卫的神耶和华上帝才是战胜突破的主，是成为真正突破的主。是的，只有耶和华神是战胜突破的主的神。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你自己认为你最强的地方是哪里？非利士人他们认为是在这个山谷是他们最强的，你自己认为你最强的地方在哪里？你有自认像是巴力毗拉辛吗？有这样的地方吗？第二，仇敌在我们生命中最有能力的是什么呢？第三，你的生命中有哪些领域是你未曾胜过的地方？有哪些领域是你没有办法克服胜过的？哪些是你生命中面对的诱惑，或是你生命中的骄傲，
或是掌控你的地方呢？这一些领域可能就像巴力毗拉心一样，在你我生命中占据我们的心，成为我们心中坚固的营垒。这些在我们生命中的巴力毗拉心，是神要我们对付的，神要我们靠着它，因我们询问他，明白他，然后出去战胜突破的地方。所以神期待我们生命中再一次的来询问，来明白我们如何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巴力毗拉心征战。我们学习大卫真的询问神，信靠神，出去征战，而使这些坚固营垒，这一些仇敌完全溃败。早上好，我们教会有一场特别的聚会，有邀请到台东的前任县长黄建庭县长夫妇在这里做信仰的分享。黄县长他是在当县长的任期才信主的，他的太太为他祷告27年，他才信主。所以在他当县长执政的时候，他面临要处理重要的县政决策时，他一定先询问神。在他那一种状况之下，他询问神，然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他太太，为这件事情询问神，祷告神。所以在他的任期里面，他能够克服许许多多以前的县长在位的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所以在他的任期，使台东成为进步幸福的城市，也因着他推广很多亮点的一些活动，比方说那个热气球，然后许许多多的活动，所以也成为国际的焦点城市。他的信仰见证里面，他自己见证，面对任何的挑战，我们心中的困难，先询问神，要找属灵的同伴。他跟太太一起祷告，突破这些的难处。一样的，神也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询问神的时候，让我们透过教会的聚会、小组的代祷，我们会经历在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借着神的话语，我们靠着神出去迎战而得胜。这就是我们信仰生活得胜的秘诀。我真的期待我们在询问神，靠着神的话语来对付我们心中的这个你没有办法突破的难处，因着神来突破。耶和华上主是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突破一切的主。阿们。我们生命中一切突破的主，只有我们的神，他是从亘古直到永远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才是突破的主，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宣告，神是我谢淑华，你可以讲你自己的名字。神是我生命中突破的主，神是我家庭中突破的主，神是我们富强教会突破的主，神更是我们台湾突破的主。他是赐平安的主，在你我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亘古到永远信实伟大的神，在你我生命中。我们起立一起来唱。主我
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的宇宙有，你永远为你，你能力素有，世界就坚定，不可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你是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给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不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给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不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给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不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们在主里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主是突破一切困难难阻的主，是掌管掌权你的生命，你所有一切的主。我们一起在心里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个人生命的突破，你是不是愿意来询问神，靠神祷告呢？在你自己生命中有哪些坚固营垒，有哪些捆绑，我们要脱离愤青、苦毒、憎恨，或是任何的事情等等的突破来祷告。也为了你自己的家庭、亲子、夫妻关系的紧密，你财务上有效的管理以及突破，你的工作职场、人际关系的融洽等等，所有的突破，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举起手来，我们举起手来承认，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突破的主在我们生命掌权。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着新学期的来到主日学的幼儿、提摩太、青少年团契，他们要进入学校，要学习各种各项的学习，还有家庭生活，在校园里面跟同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我们为了世界的平安，我们有看到阿富汗面对这个战争是非常的残酷，还有世界各地也有水灾、旱灾的。我们台湾真正的平安，社会的和谐，我们来做祷告。我们再一次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宣告，我们需要神在这件事情上来掌权。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着你的话语大大坚固，加增信心，我们献上感谢。天父啊，让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渴慕大大加增。我们也要奉你的名，我们的家庭、亲人、工作、我们的生意，我们的手所做的工作，一切加增你的恩典，突破所有的挑战。特别世界各地有面临水旱灾的，在这个水灾旱灾过后的重建，还有阿富汗国家面对严重残酷的战争，我们台湾社会的平安，主啊，求你赐下怜悯，求你赐下和平的恩典在其中。天父上帝啊，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迎着你的圣灵大能，迎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比仇敌强盛，比身上的疾病强盛，比我们的忧伤沮丧强盛，比我们面对的任何拦阻强盛。我们不受拦阻，我们不受拒绝，我们因着上主的话语勇敢迎战得胜，并且我们要高举你的名，我们要高举你得胜的旌旗，荣耀你圣名。我们谦卑，将各项所需我们的祷告祈求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回应我们，如同你回应大卫一样，使我们重新得力，越发昌盛。靠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中弹出美丽的福油，你为言为义，以能力素有，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你是永不落空，早晨的晚安不能震动。我敬拜尊重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却必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重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却必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亲爱的父神，虽然我们在一生当中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尤其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只面对到全世界疫情的攻击，我们在台湾虽然相对的平稳，但是我们的各种产业，我们的各样的活动跟事工也被迫转型或暂停。主啊，这都是一个征战，但是我们确信，我们只要求告，我们只要询问，就像大卫谦卑求告你一样，我们就必在你的保守之下，在你的膀臂之下，我们要得胜，我们要得到真正从神来的应许跟祝福。主啊，让我们这个祷告会也是一种激励的，从神得到能力浇灌的聚会，无论在现场或是在我们的线上，
们都彼此激励说，任何的攻击，任何的破口，任何的伤害都不临到我们，因为主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战胜一切的仇敌。求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紧紧的握住你的手，往前迈进。我们确信，主要是给我们更平安喜乐的未来。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在现场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让这个祷告会是一个恩典时刻的祷告会，是蒙神恩典赐福的祷告会，是蒙主赐下应许的祷告会。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我们接下来的小组的聚会，都有神所赐的智慧跟能力，我们所做的学习都有神的恩典保守，有美好的分享。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拍手来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坐，我们请坐，谢谢你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目前的祷告会还是有现场，还有跟我们的线上哈。那主要是我们小组呢，如果有实体聚会，那来到教会一起敬拜，一起在这边现场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希望我们慢慢能够渐渐的恢复哈。那这个礼拜我们有2天是这个本土的疫情是归零了啊，这是我们很期待的部分。那我们主日礼拜呢也类似哈，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大概20-30岁以上的，都已经接受过1剂的疫苗，相对的我们应该会比较有信心了哈。那目前呢，我们礼拜天的聚会，我们一场最多可以容纳99位哈。那我们第一堂跟第二堂还是有那个剩余的位置了哈。那还是鼓励大家出来走走，跟我们弟兄姐妹见面，彼此交流，彼此激励哈。那因为我们这个99位是有经过民政局的同意哈，那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限制，就是你只要方便有接受所有的一个疫情的管制，比如说量体温戴口罩啦，那这些都很顺利平安。那期待我们没有限制，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到这边的礼拜天哈。那明天呢，有我们教会的一位卢启明传道要在教会举行这个就任就是他的封牧礼拜哈。那因为有人数限制，我们就没有邀请大家到了，但是我们也一起为卢启明传道要按牧来做祷告，祝福他在有美好的侍奉哈。那也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的关心互动虽然在线上，我们也能够彼此更多的交流。再一次祝福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给隔壁弟兄姐妹在线上的，我们一起祝福说：愿你平安。好，祝福大家。好，大家平安，平安。